来念歌咯。昔时贤文花女谆谆，故事拄啊讲到廖添丁红龟来到德山地。这个土地过去上侪人讲的话，你还会记得偌济？我的车行到伊就暗暝伊就丢，哎哟崩空啦！礼拜日文昌你来去找我的姑娘啊！哪有？好有你，好有你，做不来的。麻花汤啊，米糕凉面臭豆腐，大肠面线花包素心汤，鸡肉饭萝卜饭面。泡一杯咖啡，兄一锅茶，医疗也来坐。讲戏出小交陪，甲历史约会，找找故乡的爸母话。暖暖站门客，咱的故事探万地。文化部影视以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查门客电台制作，公司主持。饭面烧鸡肉看连汤，牛肉面、肉粽、肉丸，真好食。欢迎空中好朋友收听今仔日暖暖查门客节目，我是家属。在电视也未普遍的年代，歌戏会使讲是台湾人上喜意的娱乐节目。便若庙口有野台歌戏演出，总是人山人海，大人囡仔相争要看。只不过人讲做戏空，看戏戆，演戏的要散，看戏的毋散，这款代志常在发生，互人毋知是要笑，也是要哭。今仔日拍远的故事，咱要来讲一段庄脚的阿霞去散着歌戏班小段的往事。邀请共同好朋友到阵来收听陈明仁的参庄人气技术孙情王宝钏。自电视台开始播歌戏了后，感觉气味未下，迄是为适合镜头安排表演，甲观众隔真远，无临场的互动关系，嘛无阿多利布演出的趣味，自然呢袂爱看。有一摆转去故乡，去庙林找看人行棋的阿伯，庙埕有大台仔咧搬大戏。看看的埕斗煞无甲一个观众，离足远的埕边大树骹，有真侪老人伫遐行棋、拔杂乌仔，甲棋语自忘，无人对戏有趣味。做戏的本地嘛搬甲要死呐害，看到我徛伫埕中咧看了后，敢若雄雄困醒来，加真认真咧搬。歌戏的对长兴到即时的衰败，拢是观众的关系。敢若观众会当决定歌戏的起倒。阮庄林有一个阿霞，伊较早就是做歌戏的，伊会带阮庄有真深刻的故事。阿霞是海口人，我会记这头摆来阮庄林是搬苦命王宝钏，迄出戏台湾大细汉拢知影。王宝钏苦酒寒药18冬，是苦出的。我本是相夫啊，
一个青春年华的少女，伫经济环境真歹的庄卡，但夫君18年，正毋正正，清毋正清。以军功丰富做将转来四平贵，敢阁看伊有上目？甘愿为君情破衣。阿霞甲这个角色搬到入骨，观众对伊哭，对伊嗨。一时戏台顶打出红纸，讲。感谢庄思文先生赏金80。啥？赏金80？阿娘喂，够拍手！我去田里每一工打，嘛才赚10块尔。伊唱一暗都80块，真好康。台下骹庄里的人看一个喙齿吐吐，迄阵查某人去甲人烧草，一工嘛才10块银尔。莫怪庄先生是阮庄第一个好野人。迄是庄里的庙仔客军，专工去请一片大戏。迄阵都市当咧小台语电影，一年来连续演3集《四面鬼》甲《王宝钏》，是为了姜路社歌戏团的团长陈丁三请何其明导演的歌戏电影。台北大馆戏院的玻璃窗仔门，互热情的观众磕破，有够轰动。庄骹无戏园，看袂到电影。毋过卖了海口离阮遮无介远，较早捌请来做过。庙的主持去记接了后，讲：姜绿社即阵长红，无要搁再接庙戏啊？哪会安尼？啊，敢无别团通请？有是有啦。毋过无通像姜绿社遐尼高搬导影。到遮来啊，无鱼虾嘛好。嘿啦，看倒一团有咧搬即出四边柜甲王宝钏，就请倒一团啦。你讲毋对啊，是王宝钏甲赵冰贵，毋是四边贵。哪会是招兵贵？人阮拢嘛讲四兵贵。无，是赵冰贵较对哦。甲遐奇。我自做囡仔，就拢听人讲四边贵。恁拢混唔对去啊，是招兵贵啦。四边贵啦。到底是姓四也姓赵？怀疑兵贵啊，也毋是阮庄的人，这也这无一个确实的结果。这咱就莫讲。经过探听，知影真秀园的苦段何明霞，曾做王宝钏，无事演电影姜绿社的苦段吴碧玉，道道定金成主文客军连续2天的戏文。迄阵是1956年尾。外样是咱人3岁囡仔尔，毋捌代志，拢是尾啊庄里的阿财讲互我听的。阿财自细汉就来庄先生因兜，因爸母散食，甲伊卖互庄家做长工，对10岁起爱做到25岁才有通自由。庄家对顶一辈起就有读册，田园济，住大厝梯，会使讲是地方的头人。庄思文是这地主人，阿财拄来时，较粗重的工课做无，就那像古早专门陪少爷的奴才咧，陪大姨5岁庄思文读书佚佗。到思文因老爸甲庄家的产业交予这个后生接管的时阵，阿财都也22岁，做真久7-8年的粗工啊。虽讲是长工，甲头家的感情算真好。阿财15岁迄年。头家娶某，到伊18岁，头家就想要替伊学一个新妇，互伊管外口，因某款厝内。安尼看阿财一世人留伫遮袂，庄家对阿财算真有交重。哪知这个阿财明明是长工奴才仔命，毋过大心肝，去食身皇帝喙，外喙家阁想要经好味道。
人抱伊几个姑娘啊，伊看拢袂介意。庄内人喙讲：这个阿财，毋知家己是卖人做长工的，头家对伊好，煞的人怪花。意思是警惕伊是哪去食的，伊仔花毋知歹。就点有通娶某，就爱偷笑啊！煞袂输皇帝咧选女牛咧，笑破人的喙。头天课军戏，下晡是武场的18路反王，讲听价金金小宝会出头。暗时啊，正戏王宝钏苦酒寒药开演，连附近几个庄头的人都拢家己炸椅啊、压椅料来看，规个庙埕客甲杂可可。实在有够唱！你看迄河边下，甲王宝钏应该拢挖起来啊！无怪庄先生的遐大路，一出手就80块。有啦，有迄个价值啦。我哪有像庄先生遐好个，莫讲80，较济我嘛互伊。你哦，免踮遮咧去食虾大丸啦。都影诶。迄暗散戏了，庙里甲点心传出来。班主，下暗大家辛苦啊，来用点心啦。多谢多谢，哪会好势？这拢是阮庄的头人庄思文先生办请的，尽量用，免谢意啦。庄生人实在真好，也发赏金，也传点心，真多谢。这应该的。恁无气嫌阮这个小庄头，佮连续搬2工戏，阮遮的庄民大家是看甲偌欢喜的。多谢多谢。本地若一工的戏，戏班食饱就透暝转去。毋过翻转工第2场爱阁搬咧，照规矩，戏班仔就困庙里。庄先是咧陪金秀园规团食点心的时，甲戏班头家讲。恁下暗规团拢要困庙林吼？嘿啊，这庙埕看看，真舒适啦。11月天困庙的涂骹，敢袂伤寒？无要紧啦，阮做戏的歹命惯势，阮家己嘛有炸面少批。若无小气嫌，会使规团出来困阮兜，随望会较客。总是比困庙林较烧落啦。毋通毋通，阮要是困庙林就好，若无食好惯势，惊后日啊喙斗会成歹去。安尼哦，园主实在真客气。真诶真诶，多谢庄生疼惜。戏班坚持困庙内，庄令风声讲：我看吼。这个庄先生定着是咧介意好名下，才会遐好心，请因遮要互因大，搁减赏金。阮当是安尼无毋对。食迄个李母娘仔来过3顿。第2天暗时，王宝钏甲4边柜搁搬线集，观众比昨暝较济，演员嘛愈搬愈热场。王宝钏无饭食猪母娘仔草，想着曲后啊，心头酸。观众有人钱牵去咧台仔顶，毋过善食的庄脚人，敢若有赶紧甲啊通赏金尔。迄阵阁有红单打出来，赏金200块。啥货？我有听毋对去无？200块？又搁是迄个庄思文。我看，毋是庄思文，
是恁知？恁知是啥啊？一时间，众人耍三无掌，附近庄头啊，哪有这个人？有人话讲，刚刚阿财啦，阿财赏200块。阿财赏200块。只是兴看戏的是看甲神，毋过嘛有人无看戏，伫台仔骹饲母饲厝回讲。哪有可能？阿财一个当家人，哪有200块？哪敢开200的赏金？头家较好诶，想就知影是因头家出的钱。呵呵，想嘛知，惊人讲闲仔话，毋只会用长工的名。对呢，庄先生较安怎讲，嘛是有某囝的人，伤请呀，名声袂堪记。第二暗，王宝钏甲四面柜戏阁无煞，亲像电影安尼要演3集，戏班头家出来宣布讲要阁加演第3工。本地阮是干那搬2暗，毋过有地方神师家己要出戏金请阮，明仔暗阮会阁继续演。庄里的人虽着知影迄个神师定着无别人，通知嘛伊有即款用钱尔。迄暗庄先生阁共款传点心请戏班的食。代志就亲像庄内人咧摇的安尼，庄思文有影去互何明霞的苦单卖甲死昏昏去，借喙赏金，就伫后台看戏，便若落场就找机会甲伊讲话。戏班的看即款戏迷，也毋是啥罕见的。阿霞互庄先生带去散步，嘛无人有啥机会。这团金秀园嘛是海口来，虽无毋是卖了姜乐社，毋过海口自来送香，搁再学戏的拢是善人囡仔，查某囡仔嘛袂当关戏搬一世人，有下言的要是紧嫁。拄起初，阿霞毋知庄思文厝里已经有建立家后，看因兜厝体大乐，伊搁做人慷慨，清差高贵，嘛亲像伊的名安尼，人扮斯文，对伊真有好感。伫庄里才做3工戏尔。就甲伊不只有话讲，连后动因伫对一个庄头搬，拢先讲互伊知。庄思文无论偌远，嘛拢叫阿财甲伊去拼甲到。阿财对头家4个去约金秀园的戏，毋是，应该是约何明霞。半年来也行过袂少的庄头，有一暝散戏，戏班头家找庄先生讲话。庄先。你安尼逐场甲阮捧场，赏金嘛，互阮遐济啊！阮心肝内感觉对你真袂得过。毋通安尼讲。但阿霞是一个真好的查某囡仔，你若真正有介意，归去就甲娶咧。哈？娶？伊是自由的，无欠戏班1仙钱。随时会使离开。阮这班阿霞是上界上叫的小段，无毋对。毋过阮拢真惜伊，伊若有幸福的归宿，比啥拢较要紧。庄思文心肝内暗苦，介意是有影互卖甲袂食袂困，确实伊伫厝里有某啊。这戏班的人也毋知这条代志。才会肯互伊接近阿霞，若逼空，阿霞一定甲伊断路。毋过园主安尼讲，若无要娶阿霞，便无诚意。袂输是咧戏人的，凡说戏班的人会对我反感，这要安怎排解才好？尾啊，伊找阿财参详，因为条件阁要互伊5分土地。爱伊答应配合，我会甲阿霞甲戏班讲，是我庄思文要娶阿霞，毋过对咱这头就爱讲是要替你娶某。哈？安尼敢妥当？你听我讲，等某娶过手，咱才甲阿霞明讲，名义上伊是你的某，实际上是我庄思文的细姨啊。到时青青米煮甲熟啊！
要反悔嘛袂负。阿财是人的长工，袂信互人，袂当讲毋。伊这半年来对头家来来去去，知影阿霞虽讲是歌戏的红手段，毋过要是单纯的海口姑娘啊，嘛真善意。总是家己知影身份差遐济，要甲头家安怎做？这心肝内是真毋愿，嘴里要是毋敢讲起，做人的长工路财嘛是着较应份的。代志若完成，我就互你5分土地。好啦，对啦，安尼才是我的好兄弟。伫迄款彷徨的时代，也未顾得礼数。曾叔文公省思属省，伊互阿霞的爸母10万块聘金，剩的拢灭，嫁妆男方家己总传，安尼就看日准备要娶入门。阿霞，有一件代志，我要先坦白甲你讲。是啥物代志？伫要婚礼前一天，曾先生才甲代志讲互阿霞知。名义上伊是阿财某，实际上是伊的细姨。但过一段日子，才甲大某这头讲情，互伊正式入曾家的门。这段日子，阿财保证袂甲伊南山来，伊对祖庙的礼上泰。对阿霞来讲，这袂输那天地大地动咧。伊少女的纯真梦煞碎去。什么？我是嫁互你做细姨，哪会变安尼？但大家拢知影伊要嫁啊，戏班迄边添赠的礼嘛拢甲人收啊，一声无嫁嘛歹排解。要嫁人做细姨，佫毋是伊捌想过。佮讲名义上另外佫有一个翁婿阿财，有影是真歹财。娶亲迄暝，嘛有寡庄人的人来闹热，大家毋知拢欣赏阿财。人客走了，阿财，你敢真是要听曾先生的安排，甲我嫁做翁仔某？我不过是一个长工，阁是曾先生的下骹手人，我无听话嘛袂使入。我问你，你有想要甲我做真正的翁某无？我知影你是故意的好人，做人长工嘛毋是着一世人无出脱。咱两翁某肯拼，要是有好日子，安尼嘛也我阿下做人细姨，歹命歹姓，兼害人家庭。阿霞，我要甲你做真正的翁某。什么？恁两个人要做真正的翁某？曾叔文知影因两个煞假戏真正搬了后，真生气。毋过，较讲人阿霞嘛是阿财某，这大家拢知，冤枉无得讲，佫是家己做起头的，敢若怪阿霞。枉费我一片的苦心，恁遮的做戏仔的上无情啦！阿霞印伊讲，阮做戏的上纯情，你歌戏看遐久。敢毋知阮讲是一度不配良夫，我着阿财的某啊，要安怎个配你？阿财当工做到25岁满期，就带阿霞离开曾家，用曾先生印伊的土地起厝做室，正式变做阮曾人的人。今仔日的广播剧《纯情王宝钏》是由陈敏仁原作，罗江书编剧，洪秀芬台语校正，上阳手片顶提供配乐。
剧中的人物甲声音演员阿霞、林品君演出，曾淑文、关凯欣演出，阿财、邱家quyền演出，戏班的头家林依婷演出，寺庙的主持郭仲坤演出，庄民黄金辉、罗家书、罗朝辉演出，观众张丁祥、关思莹、何桂丽演出。暖暖站门口，咱来故事看万地。放花来为生。今仔日要来甲闽人先的开讲的读册盘是咱闹台语随书的台语声，但闽人台语文学读册会4位代表：阿关、威良、丹路，还佫有慧玲。顺利，咱先来听这4位读册盘因读这篇故事的感想，还佫有闽人先的回应。大家平安，我是闹台语随书台语社的主持人阿关。这篇我要讲，阮读册会读到的时阵，就感觉这个曾淑文这个名真趣味吼，因为伊是一个无顾人情义理的人吼，佮他合作淑文，佮姓曾安尼，淑文是古曾的啦吼，假名的啦吼，实在是真口舌安尼。第二部分就是讲，我就介意听这个歌仔戏这款歌声，这我感觉是自细汉互阮阿公培养出来，因为以前歇热的时阵拢会转去庄脚甲因住，阿公若做事做煞吼，伊就会用去盘放迄个歌仔戏，互我印象上深的嘛是这个王宝钏的故事，所以我就真介意这款歌声，尤其是看迄种现场的。现场的迄拢是真正有实力的，迄袂当暗藏一个啦吼。毋过到即满若是庄脚大拜拜，阮搁转去的时阵，歌仔戏台骹的观众，就像阮阿公阿嬷拢已经无去啊，定定拢是我甲阮小妹徛咧遐看安尼尔。另有写讲观众会当决定歌仔戏的去甲倒嘛。我是感觉讲。这个政府，时面的政府伊用无公平、无正义的政策，甲台语大家呢带入去家互北方，所以变做台人袂晓听台湾话，袂晓讲台语，安尼当然要听歌仔戏的听众就愈来愈少。所以我感觉政府是有责任爱来做语言的转型正义。好，多谢。这个唔对啊！台湾吼，迄个古早是台湾人先看戏啦，知影就是布袋甲歌戏嘛。上紧是拢庙戏啦。尾电视台了，迄个会当去电视台拢是国民党欢喜的啦。迄款诶无功夫啥，你若毋对，会当去增加。你伫野戏诶、野台戏诶，就变出手变出样嘛。所以因呢，一直拢作战啦，但是伊袂晓靠政府无度去电视演尔。所以即摆你看着拢是像啥缅话，因咧台湾落台是无咧讲台语的呢。我看伫落台拢无咧讲台语啦，缅话啊，因落台是无咧讲台语的呢。我总清楚因知啦，因遐人诶安怎去设计啦，包括带者外省孙小红转来啦，过年我拢知啦，因为我台语系诶，我都做关注啊。我就毋知咧讲，本地是咧有性命土地诶物件，入咧到电视就拢破讲起啦。你正常嘛是啊，共款啊，伊嘛是安怎去接到电视台设计过，我讲啥物熟悉伊，我拢知啦，但是这台湾人，较早台湾人怎爱看戏诶啊？我想讲无写一个
歌戏的故事嘛袂使嘞。啊，歌戏上出名的，台湾第一出台语电影就是王祖登甲施明奎啊。这真诶，我有记录这历史嘛，开始我有讲嘛，讲这个什么导演团做几工有无？我就讲啊，这5配角啦，什么人我就讲啊，就是讲着写有无？迄电影是用歌戏安尼啦，所以我就是要讲要甲这个台湾这个歌戏的代志讲我清楚。啊，迄个嘛讲我真巧，讲郑志文的，我名号名意思袂讲真对啦。大家好，我是丹路啊。这篇其实我就是初初小读者尔，无读个就深。不过，互我有一个印象，就是在讲歌戏的代志。我分享一下，我顶摆去大稻埕看因现场演出的经验，就是迄阵因就是差不多应该是顶个月这个时阵，因有办一个黄梅调，黄梅调的迄种表演。我伫现场伫遐看差不多半点钟的时间，头前拢是迄种唱所谓的算北京话，还是就是迄种口音的戏剧，毋是台语的。毋过落尾出因煞尾的戏出，就是歌戏，是上侪人拍扑啊。嘿，我感觉就是这个现象，互我一个足深的感受，就是讲。你伫大稻埕这遮尔台湾的所在，遮尔台湾气台湾人的所在，你办这种黄梅调这种的戏出，颠倒较少人甲你拍扑啊。虽然讲因若像是讲哇，这是一个足有文化，毋过实际上你上落尾要收煞的时阵，要招上侪人来拍扑甲你支持的时阵，你就是用歌戏。嘿，互我一个足深的印象。以上，多谢。黄梅调是专业名词，你莫甲变做台语啦，伊是专用词啊，你免甲变做台语名，安尼无好啦。伊就是黄梅调外来语啦，伊迄专用名词啦。你讲黄梅调就听无啊啦。所以咱台语人有哦，伊的专用词就是咱免甲翻啦，专用词嘛，迄毋是普通词嘛，我是威良，大家平安。我住伫德国。讲到歌戏，我最近的感想是，最近看一摆伫龙山寺头前，人有咧搬，但是互我感觉较失望的是，因用迄个 jazz 迄种鼓伫咧拍，我就感觉甲以前听的迄种个味拢完全走进去啊，就是看袂落去啊。讲到这篇我是感觉真有意思，就是伊伫咧搬迄个即王宝钏即个剧的时阵。其实伊真惜家己的名声，想讲即寡好野人心内拢咧想讲，逐个都是敢若爱钱安尼共设局啊。尾我感觉伊足有智慧的，伊选即个阿仔来，家己拍拼伊的人生安尼。所以我是感觉即个故事真会使展现着咱查某人家己有家己的意志，毋是讲互人设局，还是讲为着钱，还是为着啥物着牺牲家己安尼。另外，即个阿仔，我感觉伊虽然是长工，但是伊嘛是真尊重家己的决定，伊无凊彩人介绍就去娶一个某安尼。踮咧文章内底是有写着讲，伊是歹喙个要读好美安尼。其实我感觉即就是伊尊重家己的即种想法，尾嘛有真好的结局，嘿。我即篇是用真正面的去写这个歌戏的团长啦，或者团员啦，甲这个下有迄个就是我一贯的拢用女性的迄个主性，甲伊的跳舞这是我一个人的手段，你拢知影啦这个女主角拢是真有智慧。对，看了足欢喜的。这是我一向的迄个你对无？因为我歹来名声，嘛无爱去做人设戏啊。拍片就有结果啊，这拢是真正面的。包括因的团长嘛，真好意啊。讲无你就甲带出来有无？我是用真大迄个善意去描写以前因为歌艺团的生活有无我出去毋是即马出去拢是困多较有诶无互人知影讲过去这要讨一水饭食无遐简单啦。大家平安，我是住伫台北的慧玲。我真介意这个故事，
一来因为阿霞伊家己有拍算，而且有好结局这算是一个喜出。二来这个故事短短不过这真本的展出有几若场我感觉这个手路真奥妙一场是讲这个四平贵甲王宝钏伊是古册戏内面的人物搁有这个姜乐社团长苦段电影导演何基明这因是真人实事然后搁有何冰霞来演这个王宝钏这是阿仁先编的故事，所以咱就看到这三个就加做一个短篇故事互相牵连，我感觉这阿仁先这真厉害。另外这个男主角曾淑文，其实我想要为伊讲两句话，因为我无认为伊是歹人伊简单是徛伫查甫人的立场在设想尔伊本底就是伊初初就是杀着阿霞尔是因为这个团长先开嘴曾淑文伊无处理袂使论真讲这阿财甲阿霞因计是真做伊是这曾淑文毋免互阿财土地尤其是讲这曾淑文伊甲阿财嘛无拍契约甲曾淑文伊若无互伊土地阿财嘛无法度去讨阿财嘛无迄个大势去投这层台毋过这曾淑文要是照骗照行，这时间到，互阿财离开，甲5分地互伊。所以其实我无感觉曾淑文遐歹啦这嘛是讲这台湾人以早真重信用袂甲人骗，袂甲人占啦。咱想看觅，即马台湾人就差大尾就算讲你是有拍契约，白纸黑字写甲真明，真侪人要是搁要正讲拢无约束。慧玲讲真好这嘛是我的目的。讲台湾人当然查甫人看到水查某囝会认，好个人有伊处理，毋过伊嘛是无用，伊嘛是头前嘛是摕到阿财同意毋是嘛无甲认白所以嘛无讲遐负面啦这个观点是正确啦台湾人我袂讲甲写到偌可偌短啦我内面写台湾这个歌词的注意伊嘛看真清楚啦拢是我有读过这个资料才写来啦。好，感谢面人先。上到来是咱问问题时间，咱请读册判分别来请教面人先的问题。我伫遮想要请教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因为刚才阿玲有讲，就是想要写一个歌戏，这对台湾人最重要。若是讲要搁再写一篇甲歌戏相关的故事，毋知阿玲有想着讲会选对一出歌戏出无？因为若是讲台湾即摆歌戏已经有真侪人用本土故事咧编剧咧写啦，都有进步啦。较早拢当好过嘛，报纸嘛有我长久伫台湾，这个团我拢熟悉啦，我咧甲因鼓励啦。无能报迄种台歌，因为我睇这个所以我是关心这个歌戏甲报纸。因为台湾人较早就变这咱袂使甲歧视才是安怎？讲你若当变做台湾话安尼就较好。即摆社会真正有进步，有真济我嘛有去甲因拜托甲因鼓励讲迄个歌戏报纸写甲因故事，即摆有不遮济啦。对，这是有影。原本我感想内底嘛有写着，就是较多讲政府应该爱来做语言的转型之类。嘛是真正看会出，政府即几档有咧培养一寡真侪迄个歌戏团嘛互因联合做伙来搬咱台湾的故事的历史安尼。我这真正是比较早是有进步啦。咱先莫讲是好吧，搁结合迄个外国的导演呐搁迄舞台设计就是嘛是真正是有无共安尼。好，多谢。我补充者，我有机会拄到一个真出名的歌戏的编剧女性你去听演讲，这个伊拢讲华语啦。要讲我讲你要这音讲台语也袂使的。我真实个安尼，我他们安尼讲啦，伊嘛无会演，足出名的啦。佫有第二个问题，就是若是要比较 opera 跟台湾 is opera。就是我想要请教这个问题，因为我伫叙述的时阵，我不管是当着台湾人，还是迄个叙述人，就是较好个的，
因定定拢会讲，我最近去听一出 opera 啥物，互我感觉讲，因敢若咧等讲哦，因是捌迄种物件，而且因是较社会歌赞的人，迄种感觉。所以有一届啊，迄个瑞士的朋友伊甲我讲，我即届去听啥物啥物 opera，哦，安怎偌好。啊，伊就问我讲，啊你咧，你有去听 opera 无？敢若要甲我考安尼，我就来讲有啊，我定定咧听台湾 is opera。结果伊的回应就是讲啊，迄无共啦，嘿，你就知影。所以我想要请教阿玲是学戏剧的，那就你的观点，你感觉讲外国的迄个 opera 甲咱台湾 is opera 上大的特色，咱伫去语言方面啦吼，上大的无共的特色是啥物？就是啊，因为 opera 吼，因为是主要咧表现的是，跟咱迄个中国的评剧安尼啦，伊拢知影故事啊啦，啊是咧看因的技术啦，听因的歌声啊，知影故事啊来看，咱个故事都毋知，迄就差真济啦。日本迄出名的歌剧有啊吼，因为若迄个电影有几啊片拢是歌剧拍出电影，拢足好看啊。咱较近距离嘛，啊变年纪嘛。啊，你若你有时啊，不然讲意大利啥物意大利迄，咱也听无啊。啊，其实上你着讲，你甲台湾甲叫做欧佩拉戏嘛。台湾的一寡毋是歌戏哦，台湾迄个像这咱有一个金鸡的欧佩拉，金鸡演戏迄个王龙伊就讲我叫做欧佩拉戏安尼啊，毋是歌戏哦，伊是现代剧哦，舞台剧嘛做欧佩拉戏安尼。所以你讲台湾你甲歌戏跟做欧佩拉嘛，无啥共款啦。啊，咱台湾诶歌戏是较会使归类做戏剧安尼，是毋是？你当然嘛是会使。我甲你讲吼，歌戏大家拢认为是中国来，毋是呢。歌戏咱台湾有一个吼，郑志环这个宽如啊，死去啊，宽如啊，邵宽如啦吼，因老母吼。就是依然吼，就是叫做赛月金啦、赛月金啦、赛月金啦，那边是依然因阿母啦，做歌戏啊，你要去厦门吼，你要发展都不要发生啦。伊甲讲的故事啦，我去厦门查，真正厦门有赛月金啦，赛得比赛啦，月年的月啦，金仔的金啦，赛月金啦，迄才是台湾的我依然歌戏的创始人，他到。尾拢去厦门啊！我去厦门查，真正有查到，真正是安尼。所以歌戏毋是厦门来台湾，是台湾去厦门的哦。好，我问问题吼，真趣味的一个问题，就是讲，是毋是即个阿霞扮即个王宝钏即个较可怜的角色啊？所以才互迄个曾淑文来误会讲，伊敢若就软弱，甲无家己的意志安尼。才会使安尼甲设计啊，就是讲我的意思是讲，你搬的迄戏内底迄个角色，可能会是毋是互即个一般的人会感觉讲，你的个性是毋是就是安尼，所以我就会使安尼甲你设计还是安怎？你这个讲啊真好，讲啊真好啦，但是讲做戏讲看戏讲啦，看来入戏啦，看来入戏，啊，就感觉内面迄个部分遮尔水安怎就差对伐？你讲啊真好啦。啊嘛，真侪迄个像即个灵岩下迄个有吼，再讲迄小吼，啊，就讲查某囡仔拢看了也对伊很照有哦，你嘛是有影诶啊。所以会影响到对伊的判断的看是嘛是有小可有这个感觉。即嘛是有追星族啊，较早嘛有追星族诶啊，像话这个曾淑文阿仔去追嘛是咧追星啊。这篇我感觉伫旁的故事内面算是真特别的吼，因为旁的故事大部分的人物啊，为着各种的理由，都一个啊一个离开草地，啊搬去家里，还是讲搬去都市。啊，毋过这个故事啊，在伊本身毋是做田出身的，啊，伊契约到期，伊改道做田无离开，啊。为什么是要安排因翁仔某留伫田庄？毋是讲啊，甲田地卖掉，要搬去家里安尼。迄阵一般人拢做事人来，当家伊嘛做事人，就拖单车做啊，
做长工啊，长工就做一个啊，长工就只能斗做一个啊。伊毋是陪少爷读册啊。伊本来做长工啊，长工就去做一个啊。伊是因兜迄个中书园对较好啊，较有感情啊。啊，长工嘛是嘛爱做啊。我咧介绍长工这个行业嘛。我想要问一个问题，就是讲，这个曾淑文吼，王宝钏这个10万块的聘金吼，啊，古早人啦，一般家庭聘金差是偌济？行情是安怎？10万块听起来是应该是足济啦哈。一般拢赚4万块啦，就足济啊啦。你看进前有哦，迄个美中馆的 PP， 就国车。伊讲准备3万块的聘金嘛哈。哎呀，尾也则无去有哦。行情都安尼嘛。好，想要咱请面人先呢为咱做一个结论。因为我是讲要写台湾，但是那歌戏到搞去吼无好。我倒是讲我囡仔时代，大部囡仔较爱看布袋戏，大部囡仔较爱看歌戏，这个都通常啦。所以我实在并无看歌戏迄个感觉哦。这个较早时代吼，迄个若收金搭起来有哦，迄有啦。你若看了介意，要收金吼，会搭收金才上影的啦。遐代志才有啦。有搭人做讲啥物人想偌济安尼无？安尼宣传安尼啦。但是我有团嘛，家己搭做起头，个人人搭啦，做财库啦，就对啦。因行叫嘛安尼啦，迄无遮歹势歹意啦。你就像话你要街头要甲无，要甲迄个做表演有无？街头艺人无？你袂使空想啊！你嘛要先摕一寡做舞啊，对无？这拢是对的啦。好，感谢今仔日4位读册伴甲咱面人先呢精彩交流。最后，咱邀请国立台中教育大学台文系副教授丁凤珍老师，对文学的角度来分享伊对今仔日这篇故事的见解。这个孙景王宝钏吼，这个题目好较介特别啦，因为王宝钏当然苦守寒窑18冬，当然是孙景啊。毋过王宝钏因翁转来的时阵，后壁佫有一个大前公主，因翁就无孙景啊。这出戏内底吼，我感觉就是咧讲男性甲女性对于爱情的观念，我感觉有这种的，就是讲一个查甫人伊会使有几个查某人。毋过伫社会来讲，一个查某人就是顾一个翁，除非翁死国嫁，所以这内面这个孙景王宝钏内面这个女主角伊是阿霞嘛，阿霞伊全名叫何明霞，男主角叫曾淑文，有一个配角就是曾淑文的因兜的长工吼，甲伊对前对后，伊叫做阿财姓林，叫林财。主要就是因三个，当然讲故事的人就是这个我，这个我会使讲是作者的化身。毋过伫这个陈明仁有介绍讲，伊想要写散文式的小说，所以基本上这个旁的故事，伊的基底也是小说的。只是讲伊想要互伊看起来有散文的 feel， 这个阿玲想要有一个创意心嘛，所以讲。这个孙景王宝钏内底这个我咱嘛会使讲伊是一个虚构的描述故事讲故事的人。这个我呢，伊有两个角色，一个是大汉了后的我，一个是囡仔时的我。透过囡仔的目睭来看这个大人的爱情故事我感觉会较纯真，较简单。有一寡话就无讲破。这个曾淑文，伊反映真侪传统社会的查甫人的心啦当然伊有伊好野人所以伊会想讲我介意这个查囡仔，所以我就想要甲伊拐转来做婿伊。所以这我感觉毋是真正的爱，伊只是想要甲阿霞变做伊的完全无顾虑到阿霞的感受。
啊，我感觉阿玲、陈明玲来讲，就是讲，因为阿玲本体就是真有女性的 feel， 所以阿玲徛伫即个后壁，因为阿哈是纯情的人，王宝钏嘛是纯情的人，所以是无可能一个查某人嫁两个翁。因为安尼曾淑文设计叫阿财娶何明霞，啊，事实上是即个曾淑文的示意，啊，毋过呢，阿哈家己决定。所以讲，即个故事我感觉伊的心识就是讲，伊互阿哈家己讲话，阿哈甲即个阿财讲吼，你做人长工吼是无久长，安尼若是咱两个翁仔某拍拼，咱一定会有出头有好日子。所以是阿财听阿哈的，所以即个故事后壁是阿哈是主导者。好，所以我感觉即个故事，那以即个徛伫女性主义的角度来讲吼，伊是真有意义的。啊，过来就是讲。过去台湾文学内底嘛有写歌戏的小说，毋过像陈明玲安尼吼咱用台语来写，会当迄个写出在地观众对于看歌戏的感觉，佮有就是讲演歌戏的上叫的即个小段吼，伊家己真实对伊家己人生的一种想法啊，我感觉这篇写了真水，啊嘛真有意义。暖暖站门溪，咱的故事探万地。今仔日个广播剧内面有讲到乞食新皇帝喙，也佫有圆仔花毋知歹即几句俗谚语。这部续来去，咱邀请台语专家、前台湾歌册协会理事长萧荣春老师为咱来解说即几句俗谚语的意思。去食新皇帝喙，去食新皇帝的身份去食新就是去食的身份，皇帝喙就是皇帝的喙，就是咧讲去食佮经食，也是讲大社会。我囡仔是阮兜灶骹，我有去食来分。伊佫会经东经西，阿多利布，这个阿多利布，因为日语的结构就是讲，伊无做社会，所以才会用布来代替吼。阿多利布就是心识性演奏，也是心识性演出。十盒我从细汉。看到大汉，就是咱讲的叫做三角，毋是大角，用四色牌来播的一种角，叫做十盒圆仔花毋知歹，我收到的是大红花毋知歹，圆仔花歹毋知，意思就是讲扶桑花。不知愁，千日红，丑陋还不自知。去海口食番薯，我收到的是报歌内底讲到，离啊离，甲你离去海口食番薯，踢啦踢，甲你踢去报道饲目杀。所以妇女若毋听话，就甲伊讲。离啊离，甲你离去海口食番薯，还是踢啦踢，甲你踢去报道饲目杀。这是咧骂查某人，威胁查某人，应该爱服从红婿因兜。是脚长长
小石门，你来来去去，会当陪我远，敢会陪过阮故乡的残垣？这首《故乡的残垣》是陈明仁作词，纪晓玲作曲演唱。感谢空中好朋友收听今仔日暖暖专门 K 节目。这个节目是由文化部影视以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专门 K 电台制作，公司主持。感谢陈明仁、萧凌春、陈芳辉、陈木真、吴希美担任节目顾问，杨文言、丁凤珍担任节目来宾。台文博览会、瑞士老台语、古早台语声三个读册会协助节目制播。专门去电台配音团队甲第5届台语广播配音演习名学员参加广播剧配音。襄阳唱片、文顺唱片提供音乐。后一集咱要播送的故事是《青叶选里长》，欢迎准时收听。敢会照到阮故乡的残垣？白灵溪。God